而家學人扮咩老豆啊？仆街！仆你街問你嘢啊！我哋動作組同運動員有啲似，嗰個壽命好短。當然比較出名嘅動作演員，佢而家仲有做啦。但係你最能夠拼命嗰個狀態好短。聽好多人講話同前輩合作，即係會有壓力啦。咁但係譚哥就好好，一知道 confirm 咗我飾演之後咧，佢就已經我出去一個好 chill 嘅一個club 度啊，即係唔係夜晚嗰啲 club，即係嗰啲艇會嗰啲 club。但係如果你而家2025年，我相信你一個識打後空翻嘅警察，你會唔係唔得？係啦，可以創作，但係我覺得唔得。係啦，你會覺得係唔得。可能的確真係嗰個產量少咗，咁但係我唔一定要成日拍電影嘅喎，即係我電影以外我可以做咩咧？你唔好諗住我因為要演員，所以我先做呢啲嘢，而我純粹想試下唔好個路成日得電影先。咁但係我做咗其他嘢嘅時候咧，深刻嗰樣嘢可能幫咗你做戲。歡迎收看對話電影人，立即訂閱紅輝影視與觀看更多影評與解析哦。歡迎收睇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啦！今日我哋邀請到香港遠道而嚟嘅兩位大明星啦。第一位就係由《拼命三郎》嘅主演啦，嗰啲男主角啦 ，Loka 啦，同埋動作指導啦，陳俊峰先生啦，峰哥 MJ 啦，歡迎。係 ，thank you， 多謝邀請。首先想問下兩位啦，呢一次係咪第一次嚟到馬來西亞？我唔係，我係第二次。我上年都嚟咗馬來西亞拍一個電視劇，未出街嘅。未出街嘅，唔可以講得。遲啲可能可以再訪問。冇問題。咁 MJ 你？我唔係第一次，之前都有嚟馬來西亞拍戲。拍戲。但係咁啱今年係10年前，我係第一次嚟，我係做演員同埋動作組一套電影。OK， 咩電影？我望《北京爆黃花》。OK，咁我想問你哋對大馬嘅第一印象係咩咧？好熱情啊！我覺得好熱情，馬來西亞人好熱情。跟住，因為係咯，我上年嚟拍劇嘅時候，都識咗好多唔同當地嘅幕前啊，或者 YouTuber 啊咁樣。跟住都好熱情，話隨時約出去食飯啊，帶我哋出去走啊，去玩啊，食好嘢啊咁樣。食咩好嘢？哇！食咗好多好嘢，辣絲粒麥啊，辣絲粒麥嗰啲肉骨茶叫咩話？肉骨茶白骨嗲啊，係啦，白骨嗲啊，跟住拿拉煲啊，拿拉煲好正。尋日你都係去食叉燒嘅，係咪食叉燒啊？叉燒。前日食叉燒。前日食叉燒。係啊。咁跟住你天氣咯，天氣好熱嘅喎呢度，好過香港，好過香港，冇咁潮濕。冇咁潮濕。因為拍動作嗰陣，初嚟嗰陣覺得，哎呀嚟到呢度好辛苦，但係原來比香港舒服。講翻你哋人生第一次體驗啦，其實我都好想了解下嘅，你哋係點樣入行嘅？不如 Loka 先講。我入行係我嗰陣時仲讀緊大學嘅時候，嗰陣時有啲學生讀電影系嘅，咁佢哋就會拍好多畢業作品咁樣。咁嗰陣時我都 keep 住有拍咗1-2年㗎啦。咁但係有一次咧，有一個我以為係畢業作品，但係原來佢係一部電影，咁叫做2014年拍嘅，叫做《點五步》。咁我照樣去 casting 咁樣，咁結果就去到現場埋位，我先知原來係一部電影嚟嘅，仲同阿智叔合作。咁拍完之後，部戲上咗，又做宣傳、借票，跟住先至開始踩咗半隻腳入去電影呢。半隻嘅。係啦，咁但係呢，當年拍完之後，其實都冇簽公司啦，又唔知去邊度再揾機會拍啦，我又未畢業啦，基本上就繼續讀書，咁但係又想做，咁跟住就嗰陣時仲做咗去咗做幕後做剪接添。點五部嘅導演就話：喂，我嚟緊有個電視劇啊，你不如幫手做剪接，順便學下嘢啦咁樣。咁我做咗1年剪接，1年之後就有啲朋友叫我：喂，你不如真係入行啦，畢咗業。咁我就好膽粗粗咁，我就喺 IG 度 direct message，當年拍點部時候慶功時候識嘅一個人，嗰個人就係我而家嘅經理人。我就話：你好啊，我係1年前嗰個僆仔啊，唔知你記唔記得啦？因為我而家想決定我想入行啊，你可唔可以直接簽我啊？我咁就佢講，你都好識把握機會喎。都大膽啊，我覺得，因為我無啦啦 DM 佢，其實佢可能會冇睇緊 message 或者唔理我噶嘛。咁點知佢覆我，咁跟住上公司見個面，跟住之後第2日佢就話：我哋而家有個電視劇揾你拍，你拍唔拍啊？咁樣，咁就順便當合作啦，就簽約啦。就咁樣入行。MJ 你咧，我知道你以前係做動作特技演員啊嘛，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當初係咩契機令你走上動作演員以及動作指導呢條路嘅？我以前係一個跆拳道教練，你問我好早，我已經留意到我哋叫龍虎武師，係動作特技演員啦。
其實好多巧合啊！呢套戲另外一個動作指導張文傑，張文，其實佢帶我一步，佢哋搞咗個團體一齊練習，咁佢哋有好多人都係電影圈，咁啊張文就問我：你試唔試下？咁其實試下就直到而家，因為唔係好似一份普通嘅工，你可以打開一個求職廣告。動作特技演員冇呢件事，你好似殯儀業一樣，你都係靠人脈㗎，你唔會打開個求職廣告，你可以行到去。其實拼命三郎咧，一開始我係唔知道馬來西亞會上嘅，所以我自己就去咗愛奇藝嗰度夾下啦。睇完之後，我真係好中意呢部電影嘅，無論係佢嘅調色啦、佢講嘅主題啦、劇情啦、動作指導咧，甚至乎係演員嘅表現咧，我都係好鬼死中意啦。而且嗰一次係我第一次睇阿 Loka 哥嘅演出嘅，第一次 Loka 嘅演出嘅，我覺得係。個演技係個年輕一代嘅演員嚟變工，可以話係超細班啦。我覺得係值得一個金像獎嘅提名啦。真係，多謝你先。我都要碌翻你嘅 IG， 我都睇咗。你係話呢個角色你等咗10年啊嘛？係話一個好重要嘅角色，而且仲係第2男主角啦。當你第一次收到呢個片約嘅時候咧，你個心情係點咧？你做咗咩準備咧？其實都唔係話直接收片約咁樣嘅，等咗10年。其實呢10年就係即係不斷去做唔同嘅 casting，又演唔同嘅角色。咁所以今次都係知道要有呢個試鏡機會啫。咁我就去做，但係我記得我冇話太多好緊張或者點樣嘅準備，純粹平常心，係好平常心。可能個人又思想唔同咗，即係覺得我都係去作為一個專業嘅表演者，我去表演嘅。咁所以嗰次試鏡都好放鬆，而表演都真係我自己都幾滿意。咁導演就揀咗啦，咁合作完。就真係10年，因為一直以嚟都未試過有主演嘅角色出現。因為我睇翻個 Wikipedia 個 list 啊，其實你有演過好多我睇過嘅戲，但係我都未注意到你呢個人。正常嘅，正常。今次你都好榮幸啦，同埋個大前輩啦，阿譚耀文先生合作啦。對戲嘅過程之中咧，你哋有冇咩特別嘅 moment 係你記住嘅，或者係你哋去點樣培養個父子之間嘅默契咧？我真係好好彩，因為有陣時都聽好多人講話同前輩合作，即係會有壓力啦，或者你點都要需要啲時間，即係唔好前輩啊，你同一個新嘅對手合作，你都要時間去適應或者磨合下佢係咩人啊，磨合下咁樣，會唔會我做多咗啊咁樣？咁但係譚哥就好好，因為佢一知道 confirm 咗我飾演之後咧，佢就已經主動 WhatsApp 約我出嚟飲咖啡，好好前輩啊！真係啊，約我出去一個好 chill 嘅一個嗰啲唔知咩 club 度啊，即係唔係夜晚嗰啲 club，我知即係嗰啲遊艇會嗰啲 club。哦，遊艇會嗰啲。咁跟住之後就去嗰度飲咖啡，望住個海，跟住喺度傾偈。咁 chill 嘅？好 chill 啊！喺度傾人生，傾啊點樣入行，佢問我點入行，跟住我又問翻佢點入行，跟住之後又傾下大家而家屋企狀況。基本上都冇乜講套戲。係啊，傾完之後就交換咗電話，跟住之後就話：喂，得閒 send 啲你中意嘅嘢嚟聽下啦。佢又 send 佢啲音樂俾我。咁我就 send 我中意睇嘅戲俾佢。跟住就每日都喺度傾下偈咯。跟住就好似慢慢培養咗個唔似父子，係似朋友嘅關係。咁然之後到埋位嘅時候就好熟悉啦，即係同埋有陣時有一種父子關係其實係都係會似朋友關係。好似我自己同我爸爸我都係似朋友多過似父子。咁所以有呢個感覺，咁喺現場拍攝就嗰啲默契好自然有，好多時候唔使點講嘢，一個眼神就夠啦，個動作我都知佢諗乜。咁呢種就好父子啦，係啊，好舒服。呢套戲都有好多拳擊元素啦，同埋黑道嘅打鬥元素嘅。咁我想問兩種風格嘅動作設計上有咩分別呢？一個係求生，一個係運動，同演員要俾佢知道。你兩個喺個 ring 上面去對打係點樣一個狀態？譬如話阿譚哥喺同埋阿浩南哥佢哋兩個對打，又係一個咩狀態？為乜嘢會發生件咁嘅事？其實而家我相信呢個年代嘅動作設計係需要多咗戲文上嘅 support。同80-90年代，我只需要你會留意到80-90年代，我做個警察，我個正派見到個反派，咁啊嚟啦，嚟啊！一段動作戲，咁反派 KO 咗，個正派贏咗，真係咁。
你可以 add 好多花巧上嘅嘢，為咗個 visual 上去。去豐富佢。但係如果你而家2025年，我相信你一個識打後空翻嘅警察，你會唔係唔得，係可以創作，但係我覺得唔得。係啦，你會覺得係唔得。咁 Locka 你喺戲裏邊咧都係好多場打戲啊嘛，邊一場係最辛苦、最難忘？其實全部都真係好辛苦，因為我哋拍攝個時間好短嘅啫。嗯。咁基本上我哋動作戲幾日啊？好似忘記咗。得，總之我哋呢部戲好似冇記錯係得12定15日拍嘅。咁少人啊？咁而動作戲已經係佔咗7日，都有一半。差唔多一半。差唔多一半。咁但係講緊我哋又有爛仔交喺走廊爛仔交，又撞車，又拳擊。淨係酒吧最尾爸爸嗰場都3日啦。咁整體拳擊嗰次係得1日，嗰場真係好正。係我哋分2個拳館打啊嘛，其中一個拳館已經要打1晚通宵，咁嗰個係都好後段，同埋其實對我嚟講最困難係我嗰排係要控制飲食，咁又要健身，咁基本上嗰個狀態係都幾唔健康嘅。即係坦白講，因為通常嗰啲節制食法啊，或者嗰類嘅操法咧，其實係 for 一啲真係可能 for 1日比賽，或者 for 1日去健美比賽。咁但係我就要早1個月預備定，之後就維持嗰10幾日都要咁樣樣，係啦，個半個月都係咁。咁所以係成日拍到個人又唔夠糖分啊，又唔夠瞓啦，跟住身體吸收又唔夠啦。咁基本上所有擂台嘅拳賽咧，都係捱到凌晨，即係凌晨又特別捱夜，特別整親，好容易整親。咁文戲咧，文戲有咩印象深刻？哇！文戲文話就不得了，不得了。文戲真係有一場文戲講我哋去浸呢個浸浴溫泉啊，浸桑拿咁樣。咁其實嗰場戲咧係朝頭早6點定唔知8點鐘拍嘅。咁前面拍咗啲咩咧？就係早一日我哋早日嘅夜晚5點零鐘，等拳館閂咗門，我哋就拍打鬥，拍打，一路打到凌晨3、4點，打到第二朝，又訓練又打又追逐又成，跟住到凌晨3、4點之後咧，就拍一場父子嘅講心講心嗰場感情戲，咁已經好難嘅嗰場，因為個人已經崩潰攰到咧，啲汗出晒咁樣，咁嗰場戲又好難拍啦。咁嗰場戲拍完都算啦，要趕住轉景，咁所以我哋嗰場嘅情緒講心戲咧係好趕時間地完成咗佢嘅。趕時間，因為要出陽光個本要交翻俾人哋開鋪做生意，因為香港拍攝制好困難呢樣嘢。咁然之後我哋就即刻再轉去浸呢個桑拿啦，桑拿。我浸住嗰個浴咧，我係頭暈，我係唔係好聽到佢講乜。佢話佢都唔係好聽到我講啲咩。跟住一咳機咧，我係即刻跳去嗰個凍水池降溫，跟住先翻嚟可以拍。基本上有啲大頭拍我哋咧係越拍越紅嘅，成塊面紅晒。咁有冇一場戲啊？你覺得哇，我真係演得好好？有2場情緒戲連住啦，拳館。第一場就發泄，發泄，跟住講晒咁多年嘅嘢，跟住緊接第2場咧，就係平靜落嚟，同爸爸解釋翻，其實你唔喺度嘅時候，我係點過嘅嗰場戲，我自己幾中意。OK， 咁問下峰哥啊，呢一次係你第2次做動作指導定係？唔係第一次，唔係第一次。咁我想問有冇咩電影你可以推介俾觀眾？係你做動作指導嘅，你好滿意嘅？每一部都滿意，每一部都好滿意，全部都要睇，全部都要睇，交唔到功都係。冇問題冇問題。咁你以後有冇咩功夫片啊、時裝片定係警匪片係由你做主導嘅咧？嚟緊我嗰個嚟緊有一套，我唔係做動作指導，但係我入邊係做動作組，動作組嘅有一個好神秘一個 character。你都有出鏡演出，但係你唔知係我風林火山。風林火山一定要睇下嗰部，係一定要睇。傳說嚟㗎嘛，都即係因為對我哋動作組嚟講都好全新、好有趣一部嘅。Locka，你之後你會有啲咩想挑戰嘅角色？有啊，一直都好想挑戰一啲心理變態嘅角色。反派啊？反派，心理變態未必係反派喎。係喎，佢可以係好嘅，可以係好嘅喎。佢以為係好啫。純粹佢以為好，係啊，可以啊。純粹佢嘅狀態係有啲心理變態或者一啲人格分裂嘅角色。咁你之後仲有咩新嘅作品同大家見面？新嘅作品見面，對上都有拍咗兩部電影，兩部電影界嘅，係啊。
我諗都希望其他即係快啲會同大家見到咯。都係主演嚟㗎係嘛？唔係主演嚟嘅，哦，都係配角。配角嚟嘅。 OK，最後我想問一個同電影主題相關嘅問題，因為《拼命三龍》表面上係講緊父子情同埋江湖情仇啊嘛，但係其實入邊咧都係有一種對香港電影業難以重演昔日光輝嘅隱喻嚟嘅。咁導演俾出嘅答案就係今日嘅日落，就係為咗聽日嘅日出啊嘛。咁我想問下阿峰哥點樣睇香港電影嘅前景，尤其是係動作電影？因為其實我哋動作組同運動員有啲似，嗰個壽命好短。係，因為我哋唔同演員，佢哋可以一路轉嘅 character 去到老。但如果你一個動作特技係動作特技演員，你個壽命唔會話去到好長。當然你有其他比較出名嘅動作演員，佢而家仲有做啦。但係如果你以你個最佳狀，你最能夠拼命嗰個狀態好短，所以其實同呢部電影一樣，你拼命。我哋做動作組就係有呢個機會，有呢個能力可以俾觀眾睇到我哋。即係我哋動作組做動作，我唔會俾50%你 OK。所有武師特技演員都係有個不成文嘅習慣嘅，好得意。係入咗行你就自然會感染到，就係你每一個動作你要做到，譬如打鬥動作或者撞啲嘢動作，要我哋廣東話叫好痛，好痛金，我好金，知先收手。做完之後，你一個畫面睇完之後，好似爭啲，你就可能會要求佢知道，可唔可以俾我嚟多次？唔係因為一個，我作為一個後輩，我想嚟多次，唔係呢樣嘢，係你睇完之後，得我想嚟多次。哦，你問我有時可能你問 Loka，精益佢打求精嘅時候佢睇翻個 payback，我覺得俾人打得唔夠痛，我嗰拳或者我嗰腳打得唔夠，可唔可以嚟多次？其實就係有個咁嘅不成文嘅習慣感覺。都係對觀眾嘅一種尊重，俾佢睇，越打越係。所以其實呢部電影同個名係一樣，拼命嘅。喺我哋動作組係有啲相似。好，咁作為演員啦，阿 Loka 近幾年嘅港產片嘅數量啊，逐年咁減少啦。你覺得仲可以透過咩方式去持續磨練你嘅演技呢？課演員嚟講，其實就好多方式嘅，即係譬如我啦，譬如我自己啦，我就會開始做多咗舞台劇。咁舞台劇嘅排練啊，同埋成個過程，絕對幫到演員一個進修咁樣。其實可能上下堂啊，或者其實你做好多嘢都同做戲有關。即係我反而覺得唔一定要成日拍電影嘅喎，即係我電影以外我可以做咩呢？即係可能我踢下波，或者係我去做下其他運動，我去學一啲新嘅語言咁樣。咁其實你唔好諗住我因為要演員，所以我先做呢啲嘢。而我純粹想試下，唔好個路成日得電影先。咁但係我做咗其他嘢嘅時候呢，深刻嗰樣嘢可能幫咗你做戲，你唔會知，或者你成個思想放開咗、放鬆咗，咁對你演戲嘅睇法，或者你點樣睇個角色都會多啲面向。哇！你嘅思想都好成熟啊！因為個社會令到我咁喎。真係好可憐。咁我都想問你，你點樣可以俾更多觀眾認識同埋欣賞你海外嘅觀眾？哇！呢個答到啦，學多樣語言咯。哦，多啲語言啊，係咯。係咯，OK，或者多啲去唔同嘅地方影展，見下面啊，好似而家咁，係好似而家咁啊，吹水。咁好啊，我哋嚟個遊戲環節，係得冇 ？OK，我想同阿 Loka 揾個遊戲啊，係叫做戲劇大比拼啊，戲劇大比拼，考一考你嘅演技。OK，好，咁你就演譚耀文飾嘅食三郎啊，我就演你個仔啊，石頭就係你個角色啊。好，咁嗰片段咧就係食三郎第一次去到石頭屋企。質問佢點解行古惑呢啲呢個經典場面。係你得罪咩人啊嚇？你咪行古惑啊？唔係啊，演到成頭金咁又紋身，之前都唔係，仲咪行古惑？你係咪行古惑？係啊，而家咩年代啊？我問你係咪行古惑啊？打俾你老母，拎翻電話嚟。驚啊？拎翻電話嚟啊！驚你阿媽仲搞咁多嘢？你而家學仆街啊！仆你街問你嘢啊！你而家學人扮咩老豆啊？仆街！太求你啊！唔該晒，唔該晒，唔該晒。有個兩個字喎。冇啊冇啊，自己加我字啊，自己加佢。OK，真係好多謝阿 Loka 同埋峰哥嘅訪問啦。呢一次係我第一次訪問啦，都係多謝陳大力導演
同埋主辦方啦、亞洲電影學院以及 JSC 嘅安排啦。咁透過你哋嘅分享咧，我哋都知道呢部電影目前同埋幕後嘅辛苦啦，以及你哋對電影嘅熱誠啦，同埋堅持啦。咁再次多謝兩位，都希望呢部戲好受馬來西亞觀眾嘅熱烈嘅喜歡啦，同埋喜愛。多謝晒，好，多謝你，多謝你。多謝晒。第一次用好鬼死緊張啊，知冇？緊張係正常嘅，咁但係幾好啊。我已經冇瞓3晚喎，真係。